天威呢間全新裝修173平方嘅奶油原木風格嚟嘅，可以睇到入嚟呢間屋咧，你都會覺得業主裝修得比較舒服啊！喺17樓呢度陽台景觀望出去咧，南向嘅景觀亦都係比較舒服嘅，南北對流。咁業主咧喺裝修上邊亦都係花咗比較多個心思嘅。餐廳呢個空間度嘅話，係咪感覺比較空曠啊？餐邊櫃嘅呢個位置咧，可以睇到業主咧喺呢邊咧仲係用咗真嘅岩石嘅空間嚟嘅。入門呢度嘅話，鞋櫃已經係安排上啦，所以嘅話係非常之方便同埋非常之舒服嘅。呢邊嘅話本身就係廚房嘅空間嚟嘅，但係業主咧喺呢度將佢整咗呢一個西廚嘅空間，可以喺呢度飲杯咖啡、下午茶都係比較方便嘅。恆日式嘅冰箱已經安排上啦，仲有掃地機器人亦都係擺好咗啦。再嚟睇翻珊瑚陽台呢邊嘅景觀視野，17樓望出去嘅靚景觀係比較舒服嘅。所以嘅話喺珊瑚陽台呢度飲杯下午茶都係比較舒適嘅。咁過嚟睇翻贈送嘅呢一個雜物空間，整咗成呢一個西廚嘅空間度，所以嘅話喺呢度咧煮飯比較有油煙味，最適合喺呢個空間呢度展示噶啦。嚟到休息區呢邊啦，呢一個房間咧係比較大嘅，業主咧都安排上呢一個衣櫃啦，同埋咧呢邊個空間咧係陽台個空間嚟嘅，所以嘅話歸納成呢間房咧，整個空間嘅話有成15個方嘅，公共洗手間亦都係比較舒服嘅。呢個戶型咧最舒服嘅咧就係做到咗3房3衛啊，而且咧業主2間房配備咗床同埋衣櫃嘅，每間房都係呢個風管機嘅，所以嘅話業主喺裝修上邊亦都係比較貼身嘅。3間房咧都係做咗呢一個木地板嘅，咁啊我哋咧真係直接就拎包可以入住啦。過嚟睇翻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呢個舒適度咧，你嚟到你都會震撼啊！業主可以裝得咁舒服，而且嚟講咧，主人房呢邊咧仲係南向嘅，兩邊個櫃都整好咗啦。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。呢間房嘅話，173平方，電梯17樓，可以睇到全新嘅奶油風格。咁全屋咧都係裝咗呢一個風管機嘅。呢一間屋仲裝咗5台美的風管機嘅，係咪比較震撼啊？業主嘅話喺裝修上面比較捨得裝修啊。所以嘅話，如果話你喺天禧想揾一間173方嘅呢個大3房，享受型嘅話，呢一間屋直接拎包入住啊，160幾萬就可以攞低啦。想傾更低嘅價錢，或者想第一時間睇樓了解呢間屋更多詳細嘅情況嘅話，你就嚟聯繫大方了解啦。